咁誇張啦嚇，就好短時間已經發生到啊，定係都要累積一段時間嘅咧？呢一種嘅肥胖要累積一段時間嘅，咁所謂咧就與你個歲數遞增啦。30歲30寸腰，31歲31寸腰，35歲啦35寸腰，咁如此類推，咁當然唔會60歲60寸腰啦。咁但係好多時咧，你會發覺到咧，由呢個20幾腰一路去到呢個30-40腰咧，都係喺大部分人咧，都係喺30零至40零歲呢段時間出現嘅。咁其實荷爾蒙嘅降低點樣影響住佢嘅身體，令到脂肪會囤積喺腰間呢？因為我哋個身體裏邊咧係有啲荷爾蒙咧，最主要係男性荷爾蒙啦，同埋就生長荷爾蒙咧，就係去控制一個身體裏邊嘅脂肪同埋嗰個肌肉嘅比例。咁即係話咧，你呢啲荷爾蒙頭先我講嗰兩種荷爾蒙咧，越低咧，你個脂肪嘅比例就越高。如果相對嗰啲荷爾蒙越高咧，你個肌肉嘅比例就越高，脂肪嘅比例就越少。明白。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有一個身體上咧係有一個機制係去平衡或者控制呢方面嘅即係究竟你個多餘嘅能量係變咗做肌肉啊，定係變咗做脂肪嘅？哦，原來係肌肉同脂肪嘅比例關係啦。呢個明咗啦。頭先講翻轉頭咧，就係男士們，我相信咧對佢哋嚟講都幾影響自己嘅自信心啦，又或者咧即係甚至乎好似你話齋咧，生活嘅質素，因為直接影響職場上高嘅能力噶嘛。就係講緊呢個記憶力真係會冇咗啊，差咗啊，甚至乎創意會低咗，決策能力都好似低咗咁樣。點解又同荷爾蒙有關呢？黃醫生？原因咧就係其實嗰個男性嘅荷爾蒙咧係好幫到個男士個腦部嘅創意能力。因為男性荷爾蒙咧係擴張血管，咁即係話咧男性荷爾蒙好嘅話咧，你個腦部嘅血液循環都會好啲。咁當然你俾多啲氧氣啊，俾多啲血液啊，個腦嘅細胞咧，當然嗰個工作效率梗係好啲啦，係咪？你完全嗰個血液唔流通嘅話咧，就會產生好多阻滯啊，咁整個腦嘅速度咧都減慢。同一個原理咧。因為個男性荷爾蒙係擴張血管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嗰個性功能嘅下降咧，都係同一個原理啦。就係你個血管唔擴張咧，就嗰個性功能亦都隨着呢個男性荷爾蒙跌咧而下降㗎。哇！我又想咧岔開少少問下你啦，黃醫生。如果真係一位男士佢發生咗呢一啲嘅症狀，而唔知道原來需要有一個荷爾蒙嘅補充啦，咁繼續發展落去咧，個情緒又好差，情緒差會唔會都影響到自己身體裏邊嘅荷爾蒙會繼續降低，或者降低得更加快㗎？有少少惡性循環嘅，因為如果你個工作上產生咗某啲壓力，或者係個性功能上影響到心理有個壓力，咁而啲壓力咧當然會影響個情緒啦，情緒影響瞓得唔好啦，一瞓得唔好咧，你個荷爾蒙嘅分泌咧就仲差啲添。因為點解啊？我哋個身體好多時，譬如男性嘅荷爾蒙啊，或者頭先講啲生長荷爾蒙咧，個分泌嘅高峰期咧，其實係需要一個好熟睡嘅睡眠。喺夜晚黑嗰段時間咧，呢個係佢哋嘅分泌高峰期。咁如果你成晚眼光光或者瞓得好唔好嘅話咧，個質素好唔好咧？呢啲分泌咧會由一個低嘅水平而演變成一個超低嘅水平。明白，就因為影響咗睡眠，就係你製造荷爾蒙嗰段時間最緊要嗰段寶貴嘅時間。好啦，咁如果對於呢一類男士嚟講，真係想改善呢啲問題，當然啦，即係我哋可能可以考慮呢一個有效嘅荷爾蒙補充啦。咁頭先啦，黃醫生提咗好多啦，即係大家喺劑量上高啊，究竟係藥性定係天然啊等等嘅問題，都要同自己註冊醫生去傾翻啦。同時間，你會唔會即係可能真係對於呢一班嘅男士嚟講，做運動啊，或者即係好啲嘅生活質素啊，即係壓力方面，希望可以減輕得到或者消除得到，都會有一所嘅影響或者有所幫助。會有嘅嗱，因為點解會有啲人你話咦？點解40零50歲都唔係好老啫？點解個荷爾蒙會咁樣跌得咁快咧？其實好多因素嘅。食煙啦，飲酒啦，太夜瞓啦，嗰個工作壓力太大啦，冇運動啦，食啲嘢唔健康啦。等等呢啲所有嘅環境上、習慣上嘅因素咧，都會導致到你個身體個老化速度咧係加快。咁變咗咧，相對你嗰個更年期咧會提前。
好啦，咁啊，各位男士們，如果你哋想繼續老化落去嘅話，就繼續做頭先咧黃醫生講嗰啲壞習慣啦嚇。如果唔係咧，大家就真係要自省一下啦。如果你話咧自己真係有一啲嘅問題，關於頭先我哋所提到嘅啦，又或者想請教黃醫生多少少嘅話咧，都可以打嚟呢個電話1834204作出登記咧，我哋就會回覆翻你嘅啦。同時間咧，我知道下個禮拜我哋有第二啲關於抗衰老啦，關於呢個荷爾蒙、身體荷爾蒙，即係原來咧對自己嘅身體真係有好大嘅幫助，又或者如果平唔平衡都有好大嘅影響。咁下個禮拜繼續請教黃國豪醫生啦。今日唔該晒你。OK， 拜拜。助你提升生命質素，翻越人生。A3 醫學抗衰老中心熱線25218989。小明，今日係親子活動日，你屋企人呢？喺嗰度咯。得嫲嫲咋？你又話媽咪會陪你嚟嘅？佢咪係我媽咪咯。吓，係啊。唔想咁快老化，即刻揾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幫你手啦。佢哋以專業醫學角度，一站式提供由內至外嘅全方位專業抗衰老療程，幫助活化身心機能，讓你人生充滿活力。A3 醫學抗衰老中心查詢熱線25218989，網址 www.antiaging.hk。